电风的消息来看，今年的6月，高雄一个查甫人食酒了后，倒伫车顶吹冷气，去警察认定是食酒塞车，移送法办。事后朋友举证讲，这车无塞叮当，检方是不起诉处分。不过这罚单6万都要照纳。警方表示，根据交通部定基，只要是严禁发动，随时就会当驶走，就算是塞车行为，依法都要开单。环境巡逻发现启动车违规停伫的人行道，查看发现坐伫驾驶座查甫人全身酒味，要求对方酒测。只超过0.25哦，那要回去跟我们做一次记录哦。酒测达超过0.25，查甫人讲迄时阵伫车顶吹冷气困1点钟无塞车，毋过检方认为这行为是酒后塞车，照公共危险罪将人起诉约罚6万。毋过也亲友举证车静止1点钟的资料，检方最后无起诉，毋过6万的罚单无法度撤销。一定要告司法单位都没有办法给民众保障的话，或者是司法单位判决连公务单位都不承认的话，那应该说天下大乱。不管检方认定无酒后塞车，毋过爱罚6万，家属申诉也被驳回，决定提行政诉讼。已启动引擎，且处于得立即行驶车辆离心机状态，已对交通安全形成一定之干预，应可认其属驾驶行为。本文局依照上述规定执行取缔酒驾，唯曾尊重检方处分。依据行政法法第26条第2项规定，即便刑事不起诉或无罪，行政机关仍得依法裁处。所以在刑事跟行政有一致的看法之前，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。警方回应，根据交通部定期的驾驶行为是已经启动行进，而且爱马上驶离开状态，所以认为查甫人牵涉酒后塞车开罚。律师提醒，酒后塞车超标牵涉刑法甲道交条例，就算刑法无起诉，也是可能会出现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